小狗阿光的家。嗨，我是阿光。我的家里一共有6个人，有爸爸、妈妈、爷爷、奶奶，还有妹妹和我。我的爸爸很厉害，他教导我许多事情。爸爸下班之后，常常和我一起玩积木和拼图。我的妈妈很温柔，平常要照顾邻居家的小朋友。我会帮忙做家事，让妈妈可以专心工作。这是我的爷爷和奶奶，我也会叫他们阿公和阿嬷。我喜欢陪他们去散步，一起吃好吃的点心。这是我的妹妹小花，妹妹喜欢的玩具和我不太一样。我们每一天都一起玩游戏，互相分享自己的玩具。每到星期六和星期日，爸爸妈妈不用去上班，我们全家人会一起出门玩。我最喜欢我的家人了。好棒！故事读完了，小朋友，你想要分享故事给你的哪个家人？爸爸把卡片拿给家人看，说说故事吧。